兄弟姊妹，自家社會呢喺度，以下嘅經濟面河，各樣嘅痛苦，為嚟到自家嘅生命中，各樣嘅白色，為嚟到自家嘅生活中。但係我相信係講自家用單隻嘅力量熱填自家弱，但係自家用上帝嘅力量熱填要新嘅力量去對付佢。同埋呢，因為喺我嘅經書講，雅各書22節咁樣講到，最快樂嘅人。係講要本事大限，各樣嘅試探，係講要乜嘅試探嚟到自家面前，自家本事點，自家最快樂。但係呢，因為自己試探都係了自己求賜俾自家讀書求試，自家上班，試探嚟到自家面前，嚟到自家生命中，除了表示自己求賜用。但係自家上班嚟講，自家要得到強嘅力量喺自家嘅生命中，但係得到強嚟講，自家能夠控制一切嘅試探，各樣嘅痛苦。各樣白色嚟到自家面前，因為自家要強嘅力量，自家用上帝嘅力量，自家能夠對付呢各樣嘅試探。嗱，係講自家突擊，上帝講嘅冠冕到半截架，嘅鋼模到半截架，冠冕鋼模意思係講馬哥打嘅半截架。但係呢，因為自家錫上帝，自家相信上帝，依靠上帝，自家得到嘅恩典。阿們。